看这个话题，这是有民众伫咧招人的网站看到高雄一间餐厅讲要招人，一天的薪水就12,000，要来招10车工，这到底是真也是假？引起着一寡网友大家拢真有兴趣。就有人敬五人回应讲，敢会是高雄蚵仔石油大发财？佮讲要组团落南来引头路。不如个咱台视新闻的记者来到餐厅访问头家，原来是网站的内容拍唔到你，唔是一天的薪水12,000，是月级12000块。结果天差较低。这个布啊嘛当做菜龟。人力银行的网站发布这个上新的找人消息，其中有一间餐厅引起真侪人来甲点，斟酌甲看，伊的日薪竟然有12,000块，那照安尼甲算起来，一个月就有20几万。不可能啊，就可能就贴错吧。来甲看伊的工作内容，拍单啊做便当，时间干那爱为下晡4点到暗时8点4点钟尔。有人甲这个消息甲打伫个 PTT 顶悬，讲高雄挖着石油啊，这声要发大财咯，大家紧去投履历。日薪12000便当店，那机场也不用开了，去工作就好了。这间找人的餐厅，就伫高雄的小港。当地民众讲，哪有可能咧？嘛有袂少网友咧约讲，应该是加拍一粒零。嘛有人约讲是用韩国钱来计算。实际来到这间餐厅来去问头家，头家煞硬气，伊讲是网站拍唔到啦。谁会愿意去应征不可能的事情？所以网友原谅我们啊！新开店的就是难免会有出错的时候，不好意思。原来这拢是误会，日薪的日要甲改做月。也就是讲是月薪12,000才对，一字甲拍唔对，煞引起网友大家来讨论。头家除了甲有心来引头路的民众回失咧，嘛讲会随来甲改互对。记者综合报道。